我細佬劉鑾雄分身家，宣布成立新嘅家族信託，將手頭利福系股份無償送俾老婆同仔女。呢批股份市值近80億。不過利福係只係細佬身家嘅一部分啫，佢喺海外仲有好多物業發展項目。細佬係香港多間上市公司嘅老闆，個人身家高達8億，仲登上過香港福布斯富豪榜。2019年，佢以18.5億美元身家排第41位。細佬係靠零售百貨業起家嘅，佢創辦嘅利福國際喺亞洲金融風暴之後，我同佢聯同新世界發展主席鄭裕彤，以35.5億港元成功買入銅鑼灣地標商場 SOGO 百貨。後來就變成細佬旗下資產，而家大中華區嘅 SOGO 咧都係細佬掌控，佢亦都成為香港零售百貨界嘅巨頭。我同劉鑾雄分別被叫做大劉同小劉，一來係年齡上有大小之分，二來都係為咗區分個名，兩人個名粵語發音一模一樣。1983年8月，愛美高上市，當時總資產已經達到5億港元，我一躍成為億萬富翁咧。當中細佬真係功不可沒。1983、1984年間，我哋兩兄弟開始投資美國國庫債券，因為時差咗12個鐘，我哋輪流顛倒時間，日夜顛倒，搞咗近1年。後來咧賣咗手上所有美國國債，淨賺近10億，就係靠住呢10億，我哋連續追擊咗能達科技、華人置業、中華煤氣同香港大酒店，而真正令我哋成名嘅就係追擊香港大酒店嗰陣。香港大酒店係10大富豪嘉道理家族嘅資產。嘉道理家族喺香港有超過100年歷史，係名門望族。但我哋初生之犢不畏虎，聯合同鄉林百欣一齊出手，買咗香港大酒店34.9%嘅股份，自此一戰成名。